继续来看，也发动天气一路以来，本人看做南洋的票仓，2008年的总统选举，国民党在发动天气得票率七上国家，太阳民进党，不过今年宋楚瑜参选，是知道南洋在发动的得票有产生变化，也先前宋楚瑜的子弟兵发力安种副困期，又发向马英九，也是知道发动天气的先前增加新的变数。 谢谢各位的乡亲，宋楚瑜来了，宋楚瑜。卡电视中的马杰峰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，在花莲市中心上网摆票，数度也着向前热烈的欢迎。发动天气估计没看作是宋楚瑜亲太的票仓。 1994年先选总的时节，宋楚瑜的发动天气有动过的得票率，在发动天气得票率都渐渐的有七上。2000年总统大选第3强竞争下，宋楚瑜的发动天气的得票率超过5上。不过，谈定时间经过，环境也改变了。宋楚瑜2010年在高用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转到发动天气，不过并没像先前上的暗好。 伫做选总的时候，曾经做青岛主席，该当时我感觉到安尼客家人对佢印象深好那残存的印象到了影响力，我想就是边际效益已经不同了。因为大家也知讲宋楚瑜唔会多啦，han因为唔会多，大家当然就不想讲，唔会多的时间，看啲票跳半期就浪费得去了。 先前关键时节，花莲严重副困期，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天数爆发连署，他头竞选总统的门槛，和同台为宋楚瑜措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就为选举的将临时改变，支持总统候选人马英九，分裂投票的情形就更加鲜明了。让马英九继续坐镇台湾，多一些能够帮他做事情的人。 请大家政党要给宋主席一个公道。了由副县长这个因素的话，会强化我前讲的政党票不亲民党和立委票不亲民党，总统票本马上会强化这种的西瓜效应啊。 不过，好在民认为国民党将发动天气看作是南洋铁票仓，故所一流以来并无特别关心发动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因为安内就有违挥发票年的机会。花莲、台东被国民党的，他们认为就是有点去吃得死死的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也许你知道压到底的时候，搞不好蔡英文对他们来讲，也许是有一个机会啊。 发动天气是南洋铁票仓，国民党、亲民党两党都算是泛蓝的土。虽然发动天气的选举投票数比其他天气少，不过在现时国民两党选情紧张的情形下，打票都动重要。学新闻王小康、王子涵综合报道。